邊個會諗到你每日設定用嚟叫醒自己嘅鬧鐘，竟然會成為黑客洗劫你銀行戶口嘅倒數工具？各位街坊鄰里，聽我一句勸，你哋係咪覺得只要自己唔亂，點嚟歷不明嘅連結，唔連接商場嘅免費 WiFi，手機入面嘅積蓄就係絕對安全你？如果你而家仲抱住呢種諗法，咁就真係大錯特錯啦。最近香港接連發生咗兩單令到人脊背發涼嘅真實個案，受害者一個係整天鑽研網絡安全嘅資深工程師，另一個係坐擁千萬資產、做事滴水不漏嘅退休女士。佢哋自以為做足晒所有防禦措施，結果卻喺某個深夜，眼睜睜睇住自己大半輩子嘅心血被瞬間掏空。呢啲根本唔係咩電影情節，而係正喺我哋身邊上演緊嘅真實噩夢。如果你唔想成為下一個喺睡夢中傾家蕩產嘅人，跟住落嚟嘅每一個字你都要刻喺腦入面。今日我要將黑客嗰啲污糟手段徹底剝開俾你睇，教你點樣喺呢啲無形嘅陷阱入面保住你份養老錢。我哋先嚟傾下第一位受害者，佢係一名喺 IT 行業打滾多年嘅專業人士。提起搞技術嘅人，大家腦入面嘅第一印象肯定係嚴謹專業，對各種高科技套路了如指掌。佢確實係咁嘅人，平時手機系統稍為提示有風險，佢都會即刻排查。然而就喺一個極之平凡嘅深夜，佢同太太好似往常一樣熄燈入睡。嗰個係一個寂靜到只能聽見呼吸聲嘅夜晚，佢哋兩部手機就靜靜咁躺喺床頭櫃上面，個芒係黑麻麻嘅，睇落毫無異樣。可能就喺呢種深沉嘅夜色掩護下，黑客已經悄無聲息咁通過網絡防線直接接管咗佢哋嘅手機權限。黑客手法極之老練，佢哋避開咗所有可能觸發警報嘅動作，通過網上銀行同埋轉數快 FirePass 系統，以每筆3萬到4萬港元嘅速度進行高頻轉賬。你想象一下嗰個畫面，事主喺夢鄉入面翻咗個身，而遠喺屏幕另一端嘅黑客，正係好似搬運糧食嘅工藝一樣，一筆接一筆咁搬走佢辛辛苦苦儲落嘅積蓄，總共21萬港元。喺呢個寂靜嘅深夜，全部流進咗一個根本唔認識嘅陌生戶口。成個作案過程神不知鬼不覺，冇急速嘅警報，冇閃爍嘅屏幕。直到第二朝早，陽光灑入房，事主伸個懶腰攞起手機，先發現滿屏都係銀行發出嚟嘅轉賬成功通知。嗰一刻，佢感覺渾身嘅血液都凝固咗，嗰種由腳底升起嘅寒意，令佢成個人呆喺原地。佢平時為了慳錢，返工唔捨得搭的士，食飯總係揀最平嘅餐，慳吃慳用咁多年，結果一個覺醒嚟，所有努力都化為烏有。呢種心碎同絕望，冇經歷過嘅人根本冇法體會。最令人感到無力同恐懼嘅係呢位事主，明明已經做咗所有專家建議嘅安全防禦，佢冇下載任何違規軟件，亦冇隨便點開垃圾信息。呢啲說明問題可能根本唔在於你做錯咗啲咩，而係你手中嗰部形影不離嘅手機本身就已經淪為咗黑客嘅幫兇。如果你覺得損失21萬已經足夠凄慘，咁第二個故事可能會令你感到窒息。呢位受害者係一位優雅嘅退休女士。嗰日佢正坐喺飛往異國嘅頭等艙入面，飛機穿梭喺雲層之上，佢關咗手機信號，享受住旅途嘅寧靜。就喺呢個萬米高空，喺呢個佢完全冇法接收外界資訊、冇法查睇短信驗證碼嘅真空時間點，黑客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鯊魚咁，準時發動咗攻擊。黑客極之精準咁侵入咗佢嘅證券戶口，嗰啲係佢工作幾十年儲落嘅養老錢。黑客嘅操作快如閃電，佢哋迅速清空咗女士名下所有嘅持倉股票，將所有股票套現成現金。隨後呢班瘋子拎住呢筆巨額資金，連續進行咗幾十次極高風險嘅期權交易，亦即係俗稱嘅末日合約。呢種交易嘅風險大到咩程度？只要稍為睇錯一點趨勢，
或者幾分鐘嘅延遲，你啲錢就會好似潑喺沙漠入面嘅水一樣，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黑客根本唔在乎盈虧，佢哋只係喺度利用呢種極端嘅交易手段，喺短短2個鐘入面，將嗰整整900萬港元嘅資金全部揮霍一空，輸到1毫子都唔剩。當呢位女士落飛機，重新開返手機嘅時候，佢仲唔知自己的人生已經發生咗巨變。直到幾日後收到戶口異常嘅通告，佢先至如遭雷擊。900萬，整整900萬，嗰係一位老人辛苦咗一世嘅所有積蓄，就因為短短2個鐘嘅斷網失聯，一切都隨風而去啦。呢一刻你心入面一定喺度犯嘀咕，黑客到底係點樣知我哋喺度瞓覺，又點樣知我哋喺飛機上面呢？呢啲正係最令人嬲嘅地方。因為呢啲都係我哋自己親手話俾佢哋聽嘅。好多街坊以為黑客侵入手機之後會即刻好似小偷咁翻箱倒櫃，其實唔係。高水平嘅黑客非常之沉得住氣，佢哋侵入你手機之後可能會好似幽靈咁潛伏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佢哋唔急住偷錢，而係匿喺暗處偷睇你嘅一舉一動。佢哋會利用你手機入面嘅健康監測應用，譬如嗰啲記錄睡眠質素同埋步數嘅軟件，去分析你每日幾點入睡、幾點起身。你設定嘅每一個鬧鐘喺黑客眼入面都係一份極之珍貴嘅情報。你設定聽朝早7點起身，黑客就知喺凌晨2點到6點之間，你絕對唔會查睇手機。喺呢個時間段，佢哋可以喺你個戶口入面橫衝直撞，慢條斯理咁搬走你嘅每一分錢。至於嗰位喺飛機上面損失千萬嘅女士，黑客好大機會係翻閱咗佢嘅電子郵箱、日程表或者酒店預訂記錄。佢哋掌握咗佢起飛同埋落地嘅精確時間，特登揀佢喺平流層無法接收短信驗證碼嘅時候喐手。黑客之所以要花咁多精力去研究你嘅作息，就係為咗避開銀行嘅雙重驗證系統。而家所有嘅銀行同埋證券交易喺進行大額操作嗰陣，都會發送短信驗證碼。黑客必須確保喺佢哋操作嘅時候，你正處於深度睡眠或者根本冇信號嘅狀態，咁樣你就唔會因為收到短信而產生警覺。佢哋呢種耐心尋找窗口期嘅做法，就好似係喺草叢入面伏擊獵物嘅毒蛇。傾完呢啲令人不安嘅案例，我哋要好好復盤一下，黑客到底係順住邊條罅轉入你手機入面嘅？好多人覺得只要唔亂，點連結就萬事大吉。其實呢啲只係講啱咗一半。第一個致命嘅漏洞就係好多人都有嘅拖延症，亦即係唔更新手機系統。每當手機彈出系統更新提醒嗰陣，我哋總係習慣性咁點下稍後提醒，然後一拖就係幾個月。你知唔知系統更新唔單止係為了增加幾個新 icon， 更重要嘅係為了修補已經暴露咗嘅安全漏洞。每當廠家發佈新版本，就代表舊版本嘅漏洞已經被全世界嘅黑客知晒啦。你每拖延更新一日，就等於係大門打開晒，咁瞓咗一晚。嗰啲盯住你銀行戶口嘅狼，隨時都可以轉入嚟。第二個大漏洞就係手機入面嗰啲僵屍軟件，你而家就可以打開手機翻一下，有冇嗰啲下載咗之後，只係用咗2-3次，就一直掉喺角落頭食塵嘅 App。 喺安全領域，呢啲長期唔用嘅軟件係非常危險嘅。雖然你已經唔再點開佢哋，但佢哋可能依然喺後台偷偷運行，唔單止消耗你嘅電量，更喺源源不斷咁偷走你嘅個人私隱。特別係嗰啲唔係喺官方應用商店下載嘅軟件，好多喺設計之初就係黑客留低嘅後門。你以為你下載嘅係個修圖軟件或者小遊戲，其實你係喺手機入面裝咗個全天候嘅監控鏡頭。第三個危險源就係遍佈大街小巷嘅免費 WiFi。你回想一下，上次喺咖啡店為了慳數據，連上嗰個信號最強嘅 WiFi 嗰陣，你係咪順手查咗一下自己嘅銀行餘額，或者幫朋友轉咗一筆賬？如果你做過呢種事，
咁你而家嘅處境可能非常危險，因為你根本分唔清邊個 WiFi 係真實嘅，邊個係黑客部落嘅陷阱。黑客只需要起一個同咖啡店一模一樣嘅名，你部手機就會自動連上去。一旦連接，你發送嘅所有數據都會經過黑客嘅伺服器，你輸入嘅每一位密碼，你進行嘅每一次操作，喺黑客眼入面都係透明嘅。呢種所謂嘅中間人攻擊技術門檻極低，卻可以喺商場同埋機場呢啲地方釣到無數嘅大魚。既然知咗呢啲陷阱，我哋就必須由今日開始徹底改掉3個要命嘅用機習慣。首先就係嗰個長期唔更新系統嘅衰格。我理解更新系統好麻煩，有時界面變咗仲要重新適應，甚至會覺得系統變慢咗。但請你一定要明白，呢種小麻煩同埋唔見咗大半輩子積蓄嘅痛苦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最簡單嘅辦法就係開啟自動更新功能，等手機喺你瞓覺嘅時候自己修補漏洞。呢個唔單止係保護手機，更加係保護你個荷包。其次，要學識幫手機做大掃除。我哋要好似定期打掃房咁，每隔3個月就清理一次手機入面嘅軟件。凡係超過3個月冇打開過嘅 App， 無論佢當初有幾吸引你，請即刻 delete 咗佢。同時你要仔細檢查每一個留低嘅軟件，睇下佢哋係咪攞咗唔應該攞嘅權限。一個計數機 App 點解要攞你嘅通訊錄權限？一個天氣預報 App 點解要攞你嘅咪高峰權限？呢啲唔合理嘅請求背後往往藏住見唔得光嘅貓膩，鏟咗冇用嘅 App， 熄咗多餘嘅權限。呢個唔單止能令你部手機變快，更加能令你嘅生活更安全。最後一點，亦係最關鍵嘅一點，就係絕對唔好喺公共 WiFi 嘅環境下進行任何財務操作。無論嗰間餐廳睇落幾高檔，無論嗰個 WiFi 嘅名睇落幾官方，你都要保持警惕。喺外面查戶口、轉賬或者買賣股票嗰陣，請務必熄咗 WiFi， 用自己嘅流動數據，為了慳嗰少少數據錢而冒住唔見咗幾十萬嘅風險，呢筆賬點計都唔划算。哪怕你覺得而家嘅數據費好貴，都要記住嗰啲話費比你份積蓄要平得多。除咗改掉呢啲衰習慣，我哋仲要學識識別手機被入侵嘅徵兆。第一個信號就係手機無故發燙。如果你冇玩大型遊戲，亦冇睇高清片，手機卻莫名其妙喺袋入面發熱，咁你就要高度警惕。那麼呢極大機會係後台有惡意嘅木馬程式正喺度瘋狂運轉，正喺度偷取你嘅資料或者掃描你嘅戶口。嗰種熱度就好似係有一隻隱形嘅手喺度瘋狂操作你個屏幕。你可以去電池管理系統睇一眼，如果某個你根本冇點用過嘅軟件佔用咗大量電量，咁佢極大機率就係黑客派嚟嘅製作。第二個信號就係電量消耗異常。如果你發現今日明明冇點用手機，電量卻跌得比平時快得多，呢啲亦說明後台有嘢喺度搞鬼。最危險嘅信號係你突然收到莫名其妙嘅驗證碼短信。如果你冇喺度進行任何操作，銀行卻突然發嚟一個6位數嘅驗證碼，呢啲就說明黑客已經摸到你門口，正喺度嘗試推開最後嗰道門。遇到呢種情況，千祈唔好覺得只係發錯咗，你要即刻登入官方網站更改密碼，或者乾脆聯絡銀行凍結戶口。喺呢啲關鍵時刻，1分鐘嘅猶豫可能就係幾百萬嘅代價。如果你萬一不幸發現自己已經中咗招，一定要記住跟住落嚟嘅搶救步驟。時間就係生命，行動越快，追回資金嘅可能性就越大。第一步，千祈唔好用嗰部被入侵嘅手機操作，你應該即刻卡另一部手機或者固網電話撥打銀行嘅24小時客服。你而家部手機已經唔安全啦，你喺上面嘅每一個操作都喺黑客嘅監控之下。第二步，
即刻去最近嘅警署報案，保留所有轉賬截圖同短信。報案越早，警方攔截資金流向嘅機會就越大。第三步，要喺另一部確保安全嘅電腦上面更改你所有嘅金融密碼。最後要將嗰部出問題嘅手機徹底恢復出廠設定。雖然咁樣會冇咗一啲數據，但呢啲係唯一能徹底清除隱患嘅方法。喺呢度，我仲想特別提醒一下各位街坊，一定要幫屋企嘅長輩把下關。對黑客嚟講，老人家辛辛苦苦儲落嘅養老金就好似係擺喺路邊嘅肥肉。老人家對呢啲高科技騙局防範意識較弱，手機入面往往堆滿咗亂七八糟嘅垃圾軟件。請你今日返到屋企就幫佢哋檢查一下手機系統有冇更新，幫佢哋將嗰啲冇用嘅 app 全部鏟晒佢，耐心地話俾佢哋聽，唔好喺出面亂連 WiFi。最重要嘅一點係吩咐佢哋，只要收到任何驗證碼短信，一定要第一時間話你知，唔好自己喺度亂諗。你呢5分鐘嘅提醒，保住嘅可能就係佢哋餘生嘅安寧。對於經常要出差或者出門旅遊嘅朋友，出發前一定要確認你嘅銀行戶口開啟咗郵件通知功能。咁樣，就算你喺飛機上面收唔到短信，落地後亦能第一時間通過郵件發現異常。同時，你可以考慮喺出遠門前臨時降低轉賬限額，並將行程話俾信任嘅家人知，確保喺出現異常情況嗰陣，能有人幫你處理。講到最後，我想請大家轉變一個觀念，我哋而家保護手機嘅方式，往往係驚佢跌爛或者唔見，但係我哋真正應該思考嘅就係呢部細細個嘅手機入面到底裝住我哋幾多資產？你所有嘅銀行存款、證券投資、電子錢包呢啲數字加埋一齊，可能就係你呢一輩子嘅命根。既然你唔會隨隨便便將幾十萬現金裝喺破爛嘅袋入面，掉喺路邊，咁點解能容忍自己部手機系統漏洞百出？點解能容忍手機入面塞滿嚟歷不明嘅軟件呢？要將手機當成一個裝滿現金嘅銀包嚟守護，你會隨隨便便將銀包掉喺公共場所嗎？你會將銀包交俾陌生人保管嗎？你會用一個鎖頭壞咗嘅銀包嗎？黑客並唔係咩神乎其神嘅天才，佢哋只係喺度耐心地等我哋犯錯。一個唔更新嘅系統，一個廢棄嘅軟件，一次貪小便宜嘅 WiFi 連接，就係佢哋撬開你財富大門嘅槓桿。今日講咗咁多，最核心嘅就係3件事：第一，即刻將你部手機系統更新到最新版；第二，幫手機入面嘅 App 做一次徹底嘅大清理；第三，由今日開始，絕對唔喺公共 WiFi 環境下做任何同錢有關嘅操作。呢3件事，每一件都只需要幾分鐘，但佢哋能為你守住嘅，可能就係你大半輩子嘅心血。守護好自己個銀包，亦請將呢啲保命嘅資訊轉發俾身邊嘅親朋好友，尤其是嗰啲對手機唔係幾精通嘅長輩。我哋揾啲錢唔容易，千祈咪俾呢啲無孔不入嘅黑客轉咗空子，保重自己，亦保重身邊嘅家人。